Hello，大家好，歡迎翻嚟羊駝讀書會，我係阿奇。繼上一集講咗 Bob Lazar 嘅紀錄片，今集我哋睇埋佢本自傳《Bob Lazar Dreamland》。我同大家保證，書入面寫嘅嘢比紀錄片震撼10倍，因為紀錄片受時間限制，好多硬核嘅科學細節，甚至一啲令 Bob Lazar 差啲精神崩潰嘅軍方黑幕，全部都留咗喺呢本書入面。到底一個科學怪人點樣因為一份報紙頭條入咗去美國最神秘嘅 S4 基地？佢喺書入面寫嘅外星人簡報，又透露咗人類起源嘅咩驚天秘密？今晚我哋逐頁拆解。好多反對 Bob Lazar 嘅人成日話佢學歷造假，但係書嘅前幾章 Bob 用咗好大篇幅去寫佢後生嗰陣對科學嘅瘋狂。佢由細到大都中意爆炸，中意火箭。佢最出名嘅一件事係將一個軍用噴射引擎夾硬改裝落自己部 Honda Civic 跑車度，喺大街上面飆車，時速衝到超過150英里。結果呢件事大鑊到上咗地方報紙嘅頭條，而呢個頭條啱啱好俾當時去嗰度演講嘅氫彈之父愛德華泰勒 Edward Teller 見到。幾年後 Bob 因為債務問題需要揾新工。佢大膽到直接打電話俾愛德華，泰勒竟然記得呢個玩噴射車嘅瘋狂後生仔，於是同佢講：如果你想幫國家做嘢，去呢個地方面試啦。面試地點喺拉斯維加斯一個毫不起眼嘅商業大廈。Bob 喺書入面形容面試官問嘅問題極度古怪，唔係問佢微積分，而係問佢：如果你爸爸同你媽媽同時跌落水，但你手上有一份國家機密，你會點做？甚至用極度冒犯嘅說話去激嬲佢，測試佢喺極端壓力下嘅心理反應。最後，面試官同佢講：你通過咗，你即將獲得高於 Q Clearance 嘅 Honor Clearance 最高防衛特許。你以後見到嘅嘢，對全人類嚟講都係不存在嘅。1988年12月，Bob 正式返工。書入面詳細描寫咗佢去基地嘅路線，佢哋要喺拉斯維加斯機場坐一架冇標誌嘅波音飛機去到51區 Groom Lake， 但係51區居然仲未係終點，佢哋要再坐一架巴士去到以南15英里位於 Papoose Lake 邊緣嘅 S4 基地。書入面寫到，當巴士停低，Bob 落車嗰陣，佢以為自己望住一面普通嘅荒山，但係當帶領佢嘅長官撳咗個掣，整面山壁竟然好似變形金剛咁升起。原來軍方將機庫完美咁隱藏咗喺山體入面，外表鋪晒沙石，連最先進嘅蘇聯衛星飛過都唔會照到。機庫一打開，入面排開咗9架飛碟。Bob 被分配去研究嘅飛碟叫 Sport Model。Bob 喺書度話，當佢第一次走近架飛碟，用手去摸個外殼嗰陣，佢感覺到一陣冰冷。而當佢行入去嗰個直徑只有30尺嘅船艙，佢發現成架嘢係冇任何接縫、冇螺絲、冇焊接位，就好似將一體成型嘅金屬液體用3D 打印直接生出嚟咁。更加令 Bob 震驚嘅係飛碟裏面嘅物理世界。架飛船中央有一條叫 waveguide 波導管嘅空心金屬管，一直延伸到頂部，底部有3個重力放大器。Bob 喺書入面寫咗一個紀錄片，好詳細講嘅實驗。軍方人員將一個好似蜂巢形狀嘅高壓反應堆啟動，然後將一細塊115號元素放入去。突然之間，反應堆周圍產生咗一個強大嘅排斥場。Bob 嘗試將一隻手伸過去，但係佢發現自己嘅手無論用幾大力，都絕對冇辦法接近嗰個反應堆，好似有一層無形但硬過鋼鐵嘅牆隔住咗。最詭異嘅係，當佢哋將一盞強光手電筒照向反應堆周圍嘅空間嗰陣，條光束竟然彎曲咗。大腦嘅視覺話俾佢聽，光線繞過咗反應堆。
Bob 喺書入面寫，嗰一刻我成個人呆咗喺度，因為喺人類嘅物理學入面，只有好似太陽咁巨大質量嘅天體，先可以用引力彎曲光線，而眼前呢個只有電飯煲咁大嘅裝置，竟然做到。如果話物理學嘅發現只係顛覆咗 Bob 嘅認知，咁書中第4章提到嘅藍色簡報文件 （Blue Briefing Books） 就直接粉碎咗佢嘅三觀。軍方為咗等班科學家快啲上手，俾咗大約120本用藍色或者紅色皮裝釘嘅簡報佢哋睇。Bob 喺書入面話，呢啲文件嘅寫法好奇怪，好似一堆歷史筆記，入面夾雜咗大量關於外星人同地球接觸嘅報告。書入面寫，呢批被稱為小灰人嘅生物係嚟自距離地球39光年嘅 Zeta Reticuli 星系。簡報入面明文記載，呢批外星人喺過去嘅1萬年入面，曾經對人類進行過65次基因改造實驗。文件入面用咗一個好冷酷，甚至令人打冷震嘅字眼去形容人類，佢哋叫人類做 containers 容器。外星人將人類視為一種基因或者靈魂嘅儲存容器。簡報甚至提到，地球上好多宗教嘅誕生，其實都係外星人為咗控制人類社會發展，防止人類喺基因成熟前自我毀滅而故意植入嘅社會工程學。Bob 喺自傳度寫，我睇到呢度嗰陣，我直情想嘔。我問自己，我到底係一個科學家，定係一個闖入神明禁區嘅小偷？如果呢啲文件係真嘅，咁我哋成個人類文明都只不過係人哋實驗室入面一堆觀察緊嘅培養皿。好多人問，既然福利咁好，科技咁進步，Bob 乖乖地做落去咪得咯？做咩要爆料呢？書本嘅中段詳細描寫咗軍方對佢進行嘅精神虐待。由佢入職第一日開始，佢屋企嘅電話就俾人24小時監聽，甚至連佢老婆喺邊度返工、接觸過咩人都有特工影相記錄。最令 Bob 痛苦嘅一件事，書入面寫得非常赤裸。軍方喺監聽過程中發現咗 Bob 當時嘅老婆出軌，同咗另一個男人搞埋一齊。軍方嘅特工頭目直接將佢老婆同情夫出軌嘅開房錄音帶放喺佢台面，同佢講：Laza，你老婆背叛緊你，你依家情緒唔穩定，你唔配再擁有最高安全級別。呢件事成為咗壓死駱駝嘅最後一根稻草。Bob 發現軍方唔單止想要佢嘅大腦，仲要操縱埋佢嘅靈魂。佢開始變得極度多疑、失眠，甚至驚自己隨時會被自殺。於是喺1989年嘅3月，Bob 做咗一個瘋狂嘅決定。佢透過軍方簡報知道，每逢星期3夜晚，軍方都會喺內華達州嘅沙漠深處進行飛碟嘅試飛。佢偷偷地將呢個時間同地點話咗俾佢嘅好朋友 Jan Huff， 同埋當時已經喺 UFO 界好有名氣嘅大富豪 John Lear 知。佢哋帶埋極其沉重嘅8毫米攝影機，開車潛入荒涼嘅沙漠邊緣。佢哋一連去咗3個星期3，每次都影到飛碟試飛嘅珍貴畫面。到第4個星期3，當佢哋準備再次開車去嗰陣，黑暗中突然出現咗幾部軍用悍馬車，無數支步槍直接頂住 Bob Lazar 嘅頭。佢知道件事俾人知道咗。書嘅最後一章，Bob Lazar 寫於2019年，30年過去，佢依然住喺一個偏遠嘅小鎮，經營住自己嘅科學儀器公司。佢喺自傳嘅結尾寫呢一段好有哲理嘅說話。佢話好多人花一生去尋找外星人嘅證據，但我只係想花餘生去忘記我所見到嘅一切。我冇因為呢個秘密得到財富，我失去咗婚姻，失去咗名譽，我嘅後半生都響恐懼中度過。但每當我喺深夜望向夜空，我知道嗰度有我哋冇辦法想象嘅廣闊世界，而人類只係啱啱學識爬行嘅嬰兒。呢本書其實唔係一本炫耀科技嘅書，而係一個普通人被捲入國家最高機密漩渦後嘅靈魂自白。多謝大家收聽今期嘅羊駝讀書會。
Bob Lazar 嘅故事究竟係一場跨越30年嘅完美謊言，定係一段被強權埋葬嘅禁忌真相？答案其實已經寫喺每個人嘅心入面。鍾意呢集深度精讀嘅朋友，記得撳 like、訂閱同埋分享。我哋下期再見，拜拜。